条路也是阮安定区民最大所期待的，因为自这条变道跨过这个国道8吼，影响游览车要左转或上桥，所以这条这个给规划就互着阮乡民出入甲南区的就交通会当顺利安尼，无早起南区要上班，而且读车读到要先经这个交队啊，所以这交通的品质哦，有做这个高速公路的跨桥过哦，感觉交通安全的真较顺利安尼。确实，台湾唯一一个有红绿灯的国道就在我们台南。这个红绿灯其实过去如果在车不多的时候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车行的速度会影响以外，还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让我们很担心。那现在我们看到南科蓬勃的发展，我们安定，还有这个安南，还有善化的这一线，其实现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急着要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其实交通部会很努力来建设我们的台南的交通，因为未来我们的科技业的发展，台南就是南台湾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刚刚所提到的4横3纵，最中央的这个中间枢纽点就是国道8号。国道8号，如果我们可以让它通畅的话，速度可以行车效率更高的话，对于我们整体4横3纵未来整体的交通运输的效率也会有很显著的帮助。我们配合国道8号南133线的立体化工程，我们必须要配合133线的一个到港口相关道路的一个拓宽。道路我们会拓宽从10米拓宽到20米，然后它的长度是300公尺，然后总经费大概是7700万。最主要是因为高速公路立体化的时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要把这条道路做拓宽之后，车流才不会拥塞到相关的一个瓶颈，然后能够顺畅能够直接转往南134线的一个进入南科科学园区。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开辟的时候跟南133线的时候有一个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个混乱哈。那非常感谢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补助地方总共花了35亿的经费来把这个国道8的这个高架化能够通过那个交流道，能够让国道8的交通更顺畅，让南133线的交通也更顺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扰。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2月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南大附小创校130周年，历届校友、家长拢到校共同庆贺。身为校友的副总统萧美琴，竟特别南下回来参加，除了甲张校师生分享伊上课时阵的回忆，嘛勉励在校学生快乐学习。副总统萧美琴回来到台南参加母校南大附小130周年校庆活动，受到全校师生热情欢迎。上台就比一个大爱心手势，看到台下学生戴柑仔色的帽仔，就受到细汉时阵的回忆。以前副总统小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很乖的学生，有一点调皮，有时候老师讲的，我还会跟他吵一吵，那甚至是偶尔还跟同学恶作剧。那有一次呢，我们小朋友都要打预防针，因为我很害怕打针，所以我就跑给老师追，就最后老师还是跑得比我快，把我抓到。全体师生听甲笑嗨嗨，萧美琴嘛勉励学生快乐成长，甲盛会交到学生的手头，象征新会相团。祝小生日快乐！南大附小上早创建伫咧台湾小学孔庙，是台湾现代化教育启动的年代，校舍号名嘛真有意义。有黎明楼，有朝阳楼，有旭日楼。我发现这些校舍的名称都什么？都跟太阳有关。
好像这所学校就注定了怎么样？它要栽培很多很多的小太阳。经过3个世纪，学校秉持着教育使命，持续培育人才，开创后一个霸当李廷比。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争取民进党台南市长提名的立委林俊宪，最近不断成立后援会，7号出席议员李宗翰伫咧后壁后援会现场超过3000位乡亲到场，展现伫咧K8的高支持度。随着每年1月中旬，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接近，立委林俊宪发挥多数党籍议员小庭的优势，最近陆续成立后援会，营造胜选的声势。7号后壁后援会由议员李宗翰发起，号召3000多名乡亲到场，凸显伊伫K8的高支持度，包括报告名师吕杰、庭省后援会营务会长赖美惠等人拢到场，场面盛大。台南上河，林俊宪。台南上河，林俊宪。台南是咱台湾文化的首都，需要一个更较在地、更较爱咱台南的人来为咱守护。所以，伫初选的时阵，咱伫议员支持咱钟汉啊，伫市长咱支持咱的林俊宪，安尼好无？好。是咱大总统伫中央咧做咱上悬的指挥官，希望要甲咱台南打造好起来的时阵，咱有一个伫地方接袂起来，咱上勇的市长啊，甲大家拜托，咱的林俊宪委员，拄则我讲的，伊拢知影。伊甚至连咱照顾时代要设真侪福利政策，伊嘛拢想甲到。照顾时势要补助咱生育补助，甚至拍疫苗，伊嘛拢有想清楚。所以今日来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相信咱的俊宪更较有信心，宗翰嘛更较有信心，咱的K8嘛一定会有信心。大家讲对不对？对。会中立委林俊宪除了回顾饮水甲风灾对K8的冲击，伊点出协助灾后复原、治水工程等作为，嘛主打社会福利政见，拜托乡亲为伊支持。阮民进党的初选提名甲大选无共，阮这是咧爱比赛啊！伫民调迄一日，啥物人的支持者较侪，伫数理固定。我要拜托大家。互俊宪一暝4点钟的时间就好，咱就会当创造新的台南。咱来小拜托，我来替大家顾老人、顾囡仔，啊，恁只要替我顾电话就好，安尼好无？好。立委林俊宪预计1月伫新营、永康、安南甲市区，搁再举办4场大型造势，全力拼初选。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今年因为风灾地动不断，为着向幕后救灾人员感谢，台湾手苗天团甲土家大师洪国鼎合作，制作100支象征感恩甲祝福的感恩茶果，致敬予伫咧灾后努力付出救灾的单位甲个人。台湾手苗天团7号上午伫咧庙埕举办天公赐福、感恩敬贺的典礼，邀请到市府民政局长江玲煌、民意代表。以及土家大师王国珍来出席，共同见证充满感恩甲祝福的仪式。今天我们齐聚在天坛，在玉环上帝见证之下，共同向2025年在台南及花莲风灾中辛苦付出的所有人，致上最深的敬意和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城市才能够重现新的希望，也因此。天坛秉持以善为本、以德为先的信念，特别与陶艺国宝翁国珍大师携手制作象征感恩与祝福的感恩壶。每一株壶都是手工制作，每一株壶都是代表一份的诚挚心意。咱天团啊，用上帝头前啦，实际上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啦吼。因为2025袂使讲。是阮啊经历一个股灾股难的一个年份吼，就是讲南西地震，南西地震过来丹纳斯台风这部分爱种种的这灾害，实际上咱台南所有这宫庙
受到这生命的保佑。啊，即届迄个今年或者地震也好，风台也好，虽然财务有损失，我相信大家嘛当感受着讲吼，人的部分拢无去损伤着，会使讲是有心中的大幸啊吼。所以咱来感受着讲，天灾无情，但是人间有爱，众神佛的这个保佑。典礼由着台南市14区的区长以及将近60位救灾的善心代表上台领受感恩盒。即届由着天坛甲着陶艺大师王国珍来合作，制作100支的手作感恩盒。每一件作品拢是独一无二。另外，王老师嘛将家己的一件珍藏，悬将近1公尺的感恩盒龙头水柱来送予天坛典藏。我哋广福又搁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所以今仔日制作一款作品要来送予咱的一寡善心的单位，也是个人，尤其是一寡残智英雄。当然啦，有法度人完全讲送甲完全，但是表达的是12万份的善心。这件遮好的作品，过去有人想要买，有人想要买，伊拢唔敢买出去。今仔日利用这个新鲜的机会，要来送予咱天坛，送予咱天公祖上卡，上有意义啊。那么伊嘛希望讲，这件作品咧，伊人会过落去，但是这件作品啊，留存伫咱天坛，永永远远会当用咱信徒咧来看来参观。王国珍老师的爱甲着祝福。台湾手表天坛嘛回敬王大师的一字边，表达对着大师艺术的成就甲着义举来表示敬意。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农业局主打台南新鲜优势的国产牛肉甲牛奶，12月14将伫咧善化举办大型行销活动，除了邀请牛肉汤店家到场试打，另外嘛头摆结合牛奶等台湾产品，邀请民众做伙来品尝。市长王伟特表示，清汤牛肉汤一直是台南上有代表性的美食之一，主要的优势伫咧台南细牛肉品市场。合格屠宰的国产牛肉，以在地新鲜来快速配送，不但品质有保障，而且强调新鲜、及时，任何时刻拢能够来一碗清汤的牛肉汤。台南的清汤牛肉已经在全国知名度响叮当了。可是呢，我们除了清汤牛肉之外，我们现在的羊肉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鲜乳大家知道。在台湾的鲜乳市场中间，台南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尝试。非常感谢我们善化啤酒厂能够跟我们合作在活动当天用台南的芒果做的芒果啤酒是最棒的那所以喝牛肉汤或是吃这个羊肉熏羊肉，或是吃羊肉料理来喝点啤酒，冬天这样子是最搭配的。夏天也是最清凉的，所以呢，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到善化啤酒厂2025台南国产牛肉、鲜乳以及羊肉的推广活动哦。为行销国产的牛肉甲着鲜奶，市府农业局嘛将伫12月14，伫咧善化美乳厂来举办大型的行销活动。现场除了邀请清汤牛肉店家来试打，另外嘛小厝纳入鲜奶、甲着羊肉等其他的特品品来展售，甲着市集等，邀请民众12月14做伙来品尝。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台南拥抱传统，也拥抱新生。当制造现场和学研能量在同一张桌上对话，改变就发生在今天。每家工厂的瓶颈都不同，但解法需要被系统的找到。市府联手大专院校、协会与技术中心，成立中小企业服务团，提供即时在地服务，陪企业走完每一步。从第一场共识会到最后的成果交流，每一步都把需求与资源对上。专线接通的是每家企业的下一步。当服务在地，培育人才成为日常，台南产业的竞争力
就在众人的手上长出来。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着让因家长辈提前感受节庆气氛，增进社会互动，天主教会台南教区社会服务委员会伫咧台南仁武之家办理圣诞嘉年华市集活动，除了规划20外搭美食趣味大位，并邀请侪侪表演团体陪伴因家长辈斗阵同乐。天主教会台南教区社会服务委员会7日伫台南荣家举办圣诞嘉年华活动，得到真侪爱心单位共同响应。现场会当看到美食、伴手、小货商品来设档，还有邀请侪侪表演团体前来演出，热烈气氛，互袂少荣家长辈坐着轮椅嘛要来同乐。农家搬到这里来以后，我们一直都有在农家服务那个老人家哈。每个星期2早上呢，我们就来带活动，跟老人家唱唱歌，一起玩。那后来呢，就说有个机会圣诞节，我们就来办一个市集，让老人家可以出来活动活动。所以我们就召集了好多的天主教的教友一起来设摊。那老人家出来玩呢，也很高兴。结果第2年，他们又继续问秀敏什么时候办？我发现说，这个活动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又继续办。今年是第3年，那每一年呢，越来越多人所以我也觉得让老人家来看看不同的人呐跟很不同的人接触，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从112年开始办这个圣诞节嘉年华会，它是一个公益义卖的活动，就是集合了很多单位，让我们来设摊，来做表演，让全部的所得、自由捐献所得就交给天主教会，他们作为他们的基金来做社会公益服务的活动。天主教会台南教区连续3天办理圣诞嘉年华活动，目的就是希望增进长辈甲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也让长辈提前感受到满满社会温暖甲热烈气氛。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正日12月份就是开始享用草莓的日子，还阁受到气候影响，草莓幼长的病虫害相当严重，亲像是得癌症同款歹治疗，有计要等到月底，也是明年1月份才会恢复正常产量。今年天气热的时间长，连带影响到草莓产量。因为气温高，草莓特别容易感染连孢菌。农民朋友为了避掉这种情况，所以特别将正常栽种的时间延后，等天气凉一点后再来种。一般咱草莓伫12月份，差不多是市面上都能看到。今年下到晚看到草莓是因为要撇开农民要撇开疫病的原因，所以都讲拖到10月底、11月初大节。连孢菌这项疫病等于是草莓的绝症，感染后草莓栽会慢慢枯萎死去，就算没死，生出来的草莓也特别小颗，没经济价值。大部分农民对于这种情况也只能心痛移除。这是草莓这感情啊，无有意的。咱一般种了，大约头1个月了才发现。所以你款有这款现象，咱一定爱挖掉，一定保新材啊。农友黄志贤特别教导民众分辨染到连孢菌草莓的特征，这是正常的。这算讲同期发展，但是伊头1个月伊变了。叶啊较细类安尼吗？伊的迄款的，伊的叶啊无变大叶。这都是大小我都就是这样。本来一朵上面有不同。本来伊3叶是爱正常，是爱正常。咱市面叶啊，对。大小我伊3叶的也变迄款。了解。安尼，这就是大小这就是大小了。经过移除染病植栽以及田间管理后，
台南的草莓目前已慢慢成长，预计将在12月底开始恢复正常产量，甜蜜上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有一项运动叫做布地球，目前国际大约有70个国家正伫咧推展当中。中华民国布地球协会趁着台南市议会定期会，甲布地球运动搬到议会，互官员兼议员拢来体验。台南市体育局将补助加赞购买器材，推广予社区长照中心的长者使用。拿起小小的沙包抛出去，看谁能进洞。中华民国布袋球协会特别把布袋球赛道搬进议会，议员和市府局处首长们都玩得不亦乐乎。看似简单的动作，但要控制力道和精准度。觉得很有趣，然后觉得过程当中会很期待可以那个命中，但是刚才都差了一点点，中了1分，没有，好，3分，已经3分了，有进洞了，真的很不错的运动，从小朋友到长辈，好，真的好可以把这个活动好带动起来。以大拇指与中指固定球带，同手同脚摆荡，瞄准中心线，稳定出手，再加上手腕旋转的力道。教练说，练习半小时就能上场比赛。布袋球运动源自于美国，因为规则简单，场地要求也低，成为国际上超过70个国家推行的全民运动。中华民国布袋球协会也希望在台湾能进一步推广，可以推展给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高龄者，或者是我们的一般学校的普通班的学生啊，或是一般学生都可以参与。台南市里面的30几个区里边都有乐龄的俱乐部，我希望未来能够帮忙他们买一些器材，然后在乐龄的学习活动中心里边，然后来推广。投掷动作简易，不需裁判判定，适合在学校、社区机构与长照中心推动，不仅增进健康，也增进情感交流。台南市体育局将大力支持，让布袋球在台南普及。记者邵怀谈的报道。南台科技大学所主办的汽机车大展，今年已经连续36届，除了各创纪录，这届车展的规模嘛升级，邀请超过150间知名厂商参与，展出超过500架以上的单位，其中美式肌肉车传奇更是年度特色。透过镜头带你来看。全国唯一能在大专校园持续举办36年的南台汽机车大展，专业的展览除了一直创纪录，更是一座连结教育、产业与社会的桥梁。今年车展的规模再度升级，邀请超过150家知名厂商参与，展出超过500个以上的摊位。其中 TMC 台湾肌肉车联盟的车主所提供的美式肌肉车传奇，更是年度特色，吸引车迷热血沸腾。看到这些车子呢，真的会让人家也热血沸腾，真的这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小朋友喜欢看车子，所以基本上大概这2-3年我们都有过来看。车就是身边这台 Subaru WRC 配色的，对也蛮开心可以来到这边参展。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展示自己的肌肉车，对，同时呢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一个盛事这样子。虽然今年车市相对低迷，不过许多车商看准南台车展的人潮钱潮，也祭出许多优惠，甚至有信心提升业绩3到5成。希望透过车展，然后可以拉高我们的业绩，然后至少都可以拉到5成。ID5 它的原牌价是209万，它现在以原厂的公布的价格是150几万就买得到。车展满满的人潮，除了赏车，各摊位的美女模特儿，无论动态、静态展示，都是抢拍的焦点。除了车展美女创造吸睛效果，6日开幕仪式中具有科技光影效果的表演秀也令人目不转睛，为开幕剪彩揭开序幕。引动剪，恭祝南台科大汽车展迈入第36年。南台车展，常年受到那么多厂商的肯定，那关键在于本校的机械工程系的师生
还有我们先进车辆组的师生来共同的全力的投入。那这个车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完全是由师生来共同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学生对这种策展的这个经验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让我们的同学能够真的我们叫务实致用。正如校方所言，有机械工程系200位师生务实致用的教育精神，也让这场车展年年传承，成为车商和车迷不容错过的年度盛会。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翠怀，咱再会。3、4、5、6、7、8。1、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爬快不去耶。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予你有够力的资源，让女性甲中国人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我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保庇哦。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